主后2022年12月15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对内心学了上帝。圣经咱做来听读诗篇134篇到135篇。诗篇134篇，恁遮的名是伫上主的殿底侍奉的仆人啊，着称赞上主。恁着用圣所举起恁的手，称赞上主。愿创造天地的上主对世间赐福气互恁。诗篇135篇，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，着称赞上主的名。恁遮会伫上主的殿底侍奉，伫咱上主的殿院底侍奉的仆人啊，恁拢着称赞伊，着称赞上主，因为上主至善，着唱歌学了伊的名，因为伊仁慈。因为上主竞选雅各归属伊家己，敬以色列做家己的产业。我知上主伟大，咱的主超越拢总的神明。上主伫天顶甲地上，伫海中甲所有的深渊，拢照家己的意思做代志。伊互云雾对天边海角冲出来，互四若大雨出现，互风对伊的仓库吹出来。伊将头上生的埃及人甲前生拢拍死。埃及啊，伊伫恁的中间行神迹奇事，对付法老甲伊的人神。伊拍败真侪邦国，拍败强猛的国王，就是阿摩利王西宏甲巴珊王国，征服迦南所有的王国。伊将因的土地，互伊家己的子民，互以色列做产业。上主啊，你的名留到永远。上主啊，万世代人拢会纪念你，因为上主要为着伊的子民伸冤，要怜悯伊的仆人。外邦的偶像是人的手，用银用金所铸造。因有喙袂讲话，有目睭嘛袂看见，有耳孔袂听见，有喙嘛无开。造因的、挖靠因的，拢甲因共款。以色列家啊，着称赞上主；阿伦的家啊，着称赞上主。以上，对内心学了上帝。学了主的名，甲见证主的恩典是分袂开的。1315期更新周刊内面，张家兴牧师分享伊家己的亲身经历。某一遍的暑假上尾一个礼拜，伊带教会青少年去竹南一个关怀独居老人据点，帮忙整理环境。一日落来，整理出差不多30大地的旧衫啊，整理好势了后，发现问题来啊！谁通处理掉遮个旧衫啊咧？张牧师伫文章中表示，伊人生第一遍为着订粪扫迫切祈祷，主啊，要安怎是好？祈祷了无偌久，伊竟然伫找无粪扫车搁迷路的情况下，拄到一台收旧衫的回收车，而且徐先生也愿意帮忙回收对机构整理出来的所有旧衫。张牧师讲，上帝有听到我的祈祷，我感动甲出声大欢呼。同行的青少年也拢毋敢置信，讲这是上帝同在，互因完成无可能的任务。诗篇134篇甲135篇，
拢是伫呼吁上主的子民爱学乐上主。恁着用圣所举起恁的手，称赞上主。我知上主伟大，咱的主超越拢总的神明。诗人为什么安尼讲呢？因为伊清楚上帝的作为，就邀请众人做伙来学乐上帝。伫诗篇135篇，诗人见证上帝的作为，包括以色列通得到雨水甲凉风，是上帝的旨意。因的祖先通离开埃及做奴才的地，是因为公义的上帝为因伸冤。因通得到土地，是因为上帝为因征战。因为这个见证，诗人邀请众人斗阵来学乐上帝。诗人呼吁徛踮上主殿院服侍的人，就因为伊的至善和慈爱学乐伊。呼吁以色列人、阿伦家的祭司利未人爱上赞伊，因为伊甲因同在。上这阅读这两首诗，通发现差不多每一句拢通伫旧约其他经卷找到根源，正像出埃及记、民数记、申命记、以赛亚书甲诗篇。无认真看，哪像只是引申甲中祖某一寡句的经文，是毋是亲像中国古言语所咧讲，天下文章一大抄诶？毋是，文章检采会通抄袭，见证检采通引述，总是喜乐的心甲欢呼学乐的灵，是无法度抄袭甲复制。迄是上帝的拣选，是圣神的工作。历世历代认捌上帝的正圣徒，拢是用热切的心来学乐上帝的作为，也乐意邀请人做伙来学乐上帝。反过来看，若有人讲家己相信上帝，却讲袂出上帝的作为，或者是自称家己是基督徒，却从来无邀请人来认捌主耶稣，安尼伊的信仰是毋是真实？实在互人感觉真怀疑。咱敢真正有相信上帝？若有，就互咱亲像诗人共款，来尊重这位超越过万神顶面的上帝，佮邀请人来学乐伊。默想，回想今年的经历，我是毋是搁较体会上帝的真实甲伟大？回想今年的经历，我是毋是搁较体会上帝的真实甲伟大？咱来祈祷，主啊，求你互我搁较体会你的真实甲伟大，也互我有机会邀请人来信靠你、学乐你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